为了向电信公主并报12月7号、8号2天，伫台南4摆尾声，将举办开台三省巡游府城以及台南夜成功圆满射景等重头戏，别方先行上香典礼，祈求平安顺利。因为1624年台湾加入大航海时代这当，就是电成功诞生，所以庆祝台南4摆加成功4摆，这是必然的组合。嘛，互界庙对2009年尾到底上千万，要来记录这个荣耀历史。趁着这个4摆档吼，会当举这个开台三省，来巡游府城吼，会当安尼讲吼，地成功虽然讲对台湾这个贡献足大，毋过伊伫台湾较7档湾尔咧吼，其实20档内拢是地景伫台湾咧经营安尼吼，所以讲伫咱台湾的古迹80%拢是地景来完成安尼吼，地成功地景虽然讲伫台湾咧经营，毋过单英华嘛出足侪咱咧吼，所以讲地成功、地景、单英华合作台湾开台三省安尼吼。台南4摆百事成功这样子的一个绕境巡游的一个仪式，我想相当具有意义了哈。那郑成功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，是一个重要的在世界上面举足轻重的一位人物，那也象征我们台湾跟国际上面接轨。历史上面交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电成功祖庙结合李王庙樱花宫所举办的开台三省巡游府城，嘛是360档后地景会见父亲明灵景王会五会的重要仪式。别方就要邀请4摆的民众报名与神同行，会烧送成功纪念帽等好礼。到时也有成功特色相关的展售发表会，拢互民众满心期待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